恭请杨远长孙慈悲前到主公，坤到主公，请坐下。亲爱的前人，及各位同事，以及各位前贤，还有在座的各位的伟大的母亲，大家早安。传师早安。非常的高兴，真欢喜啦人讲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因为咱伫这个台湾呢，可能办过真侪届的这个庆祝母亲节啦但是好汉的都无迄个福本来参与这个母亲节，这回拄好第一届对啦安尼有欢喜无？有啦很荣幸所以呢，感谢真侪，因为咱伫泰国要开这个班的机会足少那多即位多因为咱前人慈悲支持员工要开会所以多年早带到这个台湾呢，带到成都都10点外多会再多赴会到啦来给咱共同参与这个母亲节。当然呢，这个母亲节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母亲节，会使讲每年的这个5月的第2礼拜，就是国际母亲节。那么这个母亲节当然是咧这个感恩所有这个做妈妈当一个母亲在歌颂、在感念她的伟大，因为做母亲的拢比爸爸较伟大啦是不是啊？你大家有同感无？一定有啊！我哈不是嫉妒啦比较啦天的较无像妈妈照顾这个子女呢，遐尼的细腻遐尼的无微不至做爸爸的所以咱是较无人咧体验啦但是即摆已经渐渐有啦即摆有一个爸爸节嘛是咱会认同讲当爸爸的也是有伟大，但是没有像妈妈那么伟大，这嘛是互我有一个感受所以咧今仔日这个母亲节嘛是照着这个鼓励，就是讲世界国际的这个母亲节，但是若伫泰国，伊个母亲节就佫无相像，伊个母亲节是以着啥皇后啦皇后的这个生日咧做伊个母亲节，咱讲母仪天下所以伫泰国的父亲节是以着皇帝的这个生日，母亲节是以着皇后这个生日的纪念的感念，所以这个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咱大部分是拢以着这个第2礼拜啦5月所以有一个妈妈有好无？足好因为互我长期伫泰国才有这个感受，所以互我一直有当时有私信咧向我妈妈讲话，我迄妈妈今日无来啦但是知阮伫迄个赖个传话，因为咧甲庆祝母亲节，因为我妈即摆生日无改这个胃有一点胃溃疡啦所以袂散所以互我人等来，我会去找妈妈因为我妈妈身体伊个虚弱嘛足担忧啦，伊前去年我的父亲呢回去以后，他就一直很消极想讲还没来走对啦所以互我拢会甲讲啦你时间袂到，你袂使想要走，你若爱走，叫逃避你若我烦恼呢？你若我烦恼，我都请袂出来你有做呢？即摆你听是安尼尔你即摆大家拢会大脚车
啊，大家车，阮贵宾的迄个看护吼，伊就甲送个花，啊，我就摕去互道清看。因为一方面就是要互道清看，食素食吼，啊，我食到95岁啊，身体才弱吼，啊，佫会当饲条啊出。啊，所以吼，一个妈妈吼，感觉真好。咱去一定要珍惜。毋通到妈妈等伊的时阵，等伊啊，有一句讲啊，树、树啦、树用精啦，啊是丰盛，啊主有用，啊手不呆。甲迄时阵吼，感觉咱真较厉害。所以咱泰国迄个老大主吼，伊请讲一句话，我即摆足可怜，你敢知？我即摆是无爸无母的孤儿啊！迄老大主已经70几岁啦，啊，伊都做开玩笑，讲他现在没有父没有母了，他是孤儿了，哦，所以你嘛是先感叹啦吼，啊，所以咱今日拄着这个这个母亲节，大家在表扬2代3代，当然，咱即在座的妈妈也真辛苦，一方面要照顾家庭。一方面要去带动咱内底的这个子女来受益，这是更加伟大。所以伫这个所在，互我祝福咱天海母亲以及咱在座的母亲，天天快乐，身体健康，感谢各位。大众平起。感谢杨铁禅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恭请。